OK， 各位香港街坊，而家喺中山市東區火炬開發區呢邊，20萬出頭就可以搞掂一間大精裝、大全屋家私拎包入住嘅公寓啦。冇錯，呢個屋苑呢就叫做港航匯。咁而家港航匯呢，21萬8就可以搞掂晒啦，直接拎包入住過嚟，非常之方便。首先同大家介紹一下周邊嘅配套先吓。Kenny 而家呢個位呢，就喺1+1連鎖超市啦。好多香港街坊都知道啊，1+1連鎖超市咧就等於香港嘅惠康啊、百佳啊呢啲超市咁樣嘅，所以平時過嚟買下嘢、買餸啊呢啲非常之方便。咁鏡頭我哋轉一轉，都可以見到呢度周邊咧好多食肆、餐廳、奶茶鋪、咖啡鋪等等嘅。咁我哋1+1呢座樓呢度咧仲會有各種嘅娛樂項目、KTV 啊、戲院啊呢啲全部都有晒喺度嘅。所以呢度係吃喝玩樂樣樣俱全㗎啦。咁而家中山市東區火炬開發區呢邊呢，返香港係非常之方便嘅。首先呢個位係有直達巴士可以返香港。除咗呢樣呢，自己揸車嘅話，半個鐘左右就可以去到深圳嘅幾個關口啦。咁返到香港先係1個鐘多啲嘅啫，所以非常之方便。各位街坊，我覺得呢度就好啱你哋啦。咁而家呢度咁好嘅配套、咁優越嘅呢啲環境嘅情況下呢，跟住 Kenny 嘅鏡頭上去睇下示範單位。OK， 我哋嚟到示範單位呢度啦。首先嚟到我哋30平方嘅平層單位，入門口嘅左手邊呢，就係我哋乾濕分離洗手間，全部做好晒噶啦。咁企缸位呢，玻璃門呢啲全部 OK 嘅，所見即所得嘅。再過嚟就係我哋完整嘅一個生活區啦。呢啲米半嘅床。全部嘅家私家電、梳化啊、電視櫃啊、電視啊、冷氣啊，全部都係發展商送俾你嘅。因為呢期佢哋嘅活動就係送全屋嘅家私家電，咁所以後期過嚟呢，買咗嘅話拎包入住就 OK 噶啦。呢個戶型就簡簡單單，但係簡單得嚟就仲有啲好好嘅地方，就係呢個露台啦。因為呢種細面積嘅公寓呢，係極少有呢啲獨立嘅露台嘅。咁放翻洗衣機、熱水爐，上面亦都有晾衫位。而且左手邊咧，亦都會有一個完整嘅獨立嘅廚房位嚇，呢啲就真係好好用。咁對於無論係間唔中過嚟度下假或者之後養老用嘅街坊咧，都係好啱嘅。咁講翻轉頭啦，如果你暫時未需要住到呢度嘅話咧，可以攞嚟放租先。呢度嘅普遍租金咁嘅單位1600至到2000蚊一個月，咁就總價21萬8起嘅啫。計翻呢個回報率啊，有係8厘左右噶啦。所以回報嚟講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咁興趣嘅街坊就記得 call 我啦。點解會揾到 Kenny 呢邊呢？因為跟 Kenny 買樓嘅話，發展商送咗你全屋家私家電啦 ，Kenny 咧送埋你呢個契稅同埋後期嘅所有嘅手續費呢啲嘢嘅。咁所以都係非常之着數嘅。咁興趣嘅街坊記得 call Kenny，Kenny 派車去香港接你過嚟睇樓。